世界上冇一個地方比得上鄉下嘅，成座山都仲喺度喎，根本一啲都冇變到，啲風仲係咁爽，亦都一啲冇變到啊！而且仲有成日都可以見到嘅8月15添啊！啊，8月15，係啊，有隻哥哥。哎呀，拉屎狀！有隻哥哥，有隻哥哥，我哋翻咗嚟啦！翻嚟啦，太好啦！有隻哥哥，拉屎狀，你翻嚟啦！啊！有隻哥哥，你有冇跌親啊？我真係好想喊啊！有隻哥哥，原來你係咁掛住我哋噶。哎呀，我係撞親好痛想喊啫。不過啊，雖然唔係成日啊，但係我得閒兼無聊嗰陣時咧，都會抽少少時間嚟諗下你哋幾個噶。冇見咁耐都仲係傻下。真係冇第二個地方比得上屋企嘅，只不過我一翻到嚟鄉下，見到周圍嘅環境，就會好自然諗翻起我媽媽噶啦，唔知佢點咧？喂，賴屎狀啊，都講過好多次噶啦，只要你可以成為一匹出色嘅競賽馬，咁就乜都得噶啦。但係我究竟仲要努力幾多，要贏幾多頭馬，先至可以成為出色嘅競賽馬，同我媽媽喺翻埋一齊啊？呢一方面啊，應該點講好咧？拉屎狀，贏到經典大賽就得噶啦！經典大賽。由到我出場咧，我嘅責任咧係要解答各位對賽馬常識嘅一啲疑難嘅。今日嘅題目咧就係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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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我知講經典咧就一定要講貝多芬噶啦。拉屎狀啊，我唔係講音樂啊，我所指嘅係經典大賽啊。係馬圈嘅盛事，世界各地都有類似嘅賽事。屬於 G1 嘅賽事就只有4歲馬先至可以參加噶。俾4歲馬女參加嘅就包括有櫻花賞、奧克斯大賽。至於俾馬仔參加嘅就有長途2000米嘅皋月賞、2400米嘅打比大賽，同埋3000米嘅菊花賞啊！所有雄性馬都希望贏到嘅。哎呀，但係咁我都唔知拉小提琴點算啊！我都話咗同音樂冇關係噶咯。之前拉屎狀你所參加嘅賽事唔係1000就係1200米，咁所以呢，如果你都希望可以贏到經典大賽嘅，喺嚟緊嘅日子就要逐啲加長競賽嘅路程。你媽媽六子就贏過經典賽嘅櫻花賞啊，你一定要好似佢咁叻先至得噶。我知道噶啦，我一定要贏到經典大賽嘅冠軍，等媽媽佢開心下，翻嚟我身邊嘅。大件事啦！爸爸。阿勝，拉屎狀翻咗嚟啦！大叔啊，有咩事緊張到褲都甩埋啊？哎呀，聽住啊，今次真係大新聞啊！小瀑布已經決定咗要出賽，睇下呢份報紙啊！係睇到着翻好條褲先睇啦。你哋都睇到噶啦，用咁大篇幅報道啊！只係隻未出過賽嘅3歲馬，啲馬報用咁大篇幅嚟報道，小瀑布真係唔簡單。好出名嘅精英樂隊解散嗰陣時啊，都冇小瀑布出賽咁大陣仗啊！係啊，叉雞樂隊解散都冇咁大陣仗啦。咁啊，梗係啦，佢哋隊 band 都仲未解散啊！哎呀，記錯咗添啊！究竟小瀑布係咪真係一隻咁犀利嘅馬嚟啊？我都好想去睇下。啊！我要去東京睇啊！好想睇下小瀑布佢第一次出賽啊！唔可以啊！喺昌虎大伯嚟接你之前，你係唔可以去第2度噶。不過我真係好想去睇下。好啦，咁就一於去睇下啦。既然係你嘅宿敵初次出賽啊，你應該去睇下。尊兵衛兄啊，你一定要諗清楚先至好啊！如果俾范寶先生知道咗啦，小心啲咪唔會穿煲啦。哦，放心啦，我諗到一個好嘅辦法啦。千兵
邊位大哥啊？你呢個辦法真係好啊！醒啊你！就算邊個見到啊，都只會認為我哋係一家人，得閒一家大細嚟睇馬，絕對唔會對我哋有懷疑嘅。應該冇問題啊！係啊，啲人望住我哋嘅眼光都好自然啦。係啊你，同我諗嘅一樣。我呢個裝夠拍得好咧，就算係大叔見到都會認唔出嘅。哈佬，哇！我倉庫大伯，先生，我諗你一定係認錯人頂啦。冇錯啦，我只不過係一個好中意睇賽馬嘅 BB 嚟嘅咋，我唔識你噶。哦，係咩吓？咁冇意思啊！你哋當我傻嘅咩？你哋都算大膽啊！將我講嘅嘢當耳邊風啊！哎呀，慘啦，今次穿晒煲啦！真係又會有咁多人嘅吓？今日嘅入場人數有成16萬咁多，秋季嘅第一場 G1 大賽天皇賞真係夠晒吸引力啊！咁咪當然啦，不過今日受注目嘅並唔係天皇賞啊，係小寶寶出賽呀。係啊，而家都仲有幾場先到天皇賞，但係氣氛已經好熱鬧啦，都係因為就快到小瀑布嘅第一場賽事。啊，本多小姐啊！而家成個東京競馬場嘅焦點都全部集中喺我哋隻小瀑布嘅身上。梗係啦，小瀑布將會成為世界級嘅名區，梗係矚目啦！本多小姐，小瀑布加油啊！哦，小瀑布要出場啊！小瀑布啊！小瀑布真係威風啊！呢隻就小瀑布啦。你睇下佢樣啊，焦焦積積，好沙塵咁啊！都仲未有表現就披住塊咁靚嘅馬布。馬迷對佢嘅反應好冷淡。因為名區礦物鹽同彼得二世兩隻本來大有前途嘅好馬，都先後因為同小瀑布比賽同拍跳之後而退役，所以有大部分嘅馬迷對小瀑布反感都係可以理解嘅。你哋睇下小瀑布，佢成日望過嚟呢一邊喎。邊有似你啊？有咩好望啊？小瀑布，我真係好心急，想睇下你嘅第一場賽事係點樣跑嘅。今日備受馬迷注目嘅千百米新馬賽已經開咗閘啦，賽事亦都展開咗。呢場賽事嘅大熱門啊，係被譽為明日之星嘅馬，佢就係小瀑布。小瀑布而家留晒喺中間嘅位置，大約係6、7位之間啦。呢匹明星馬嘅表現係點樣呢？今場賽事嘅參戰馬，每一匹都係好好狀態嘅。出閘之後，每匹馬都保持住正常嘅步速。而家轉第4個彎啦，放頭嘅馬係羅倫斯伯爵。小瀑布究竟想做咩啊？係時候要發力跟前啲咯。轉完第4個彎啦，就快到最後直路。而家仲有羅倫斯伯爵帶頭啊，但係預報咗邊度啊？小瀑布而家仲留咗喺馬林裏邊啊！除咗小瀑布之外，其他馬都開始加速啦。點解會咁噶？小瀑布仲未有動靜喎，完全未發力噶，落後好多。而家已經去到最後400米噶啦！小瀑布喺度搞乜嘢啊？仲係一啲進展都冇嘅。究竟佢想點啊？半藏先生佢好似仲未有意思開邊騎咁喎。究竟想做咩呢？唔通半藏佢唔想贏呢場賽事？小瀑布，你做乜嘢啊？而家剩翻最後100零米，各參戰馬展開衝刺咯。點解啊？弊啦，仲未見小瀑布啊！小瀑布去咗邊度啊？只係剩翻最後100米咋？就算小瀑布點犀利都好啊，留到咁後都好難追。點解會咁啊？佢冇可能會咁樣噶，小瀑布冇可能會咁樣輸噶。
哦，見到佢啦！佢大外檔殺上啊！小寶寶而家大外檔如飛殺上。弊啦，就快到終點咯，會唔會太遲發嚟㗎？似乎好難追到喎。明星馬小寶寶會唔會喺第一節就失手呢？小寶寶啊！太遲啦，睇嚟追唔到啊！明星馬小寶寶會唔會喺第一節就失手呢？哇，咪住先啦！睇佢個勢好強勁喎，好似飛一樣啊！似乎有追到喎。小寶寶同羅倫斯伯爵兩匹馬真係好近啊！用肉眼真係冇辦法分咗邊隻馬贏啊！要影相啦，非常之接近啊！睇嚟呢一張相有排影啊！小瀑布最後好似追到喎。係啊，你講都冇錯，小瀑布應該贏到嘅，但係時間只係1分49秒9，又真係慢咗好多㗎噃。好似懶醒咁，其實佢都係不外如是嘅啫。咁就定啦，拉斯壯嘅實力肯定喺佢之上啦。拉斯壯係做乜嘢啊？你要收翻頭先嘅說話，佢係一匹好犀利嘅馬嚟噶。犀咩嚟啊？你睇下個時間就知佢好水皮啦。不過小瀑布佢而家仲喺度跑緊喎。吓！哎呀，贏得咁唔光彩，仲好意思跑入去勝利圈都有。不過佢呢個勝利圈嘅速度好高喎。吓！而家半撞先開始開邊啊！喺個終點前，佢完全冇開邊㗎，而家反而開邊嘅。而且速度仲越嚟越快添啊！究竟佢玩咩呢？點解會咁嘅？究竟佢想搞乜嘢啊？上個禮拜先啱啱跑完啫嘛，有咩理由咁快又宣布出賽都有噶？一連2個星期都出賽啊，對馬匹嚟講可能係好大嘅負擔喎。而且仲山長水遠去到京都比賽，咁樣好易會跑壞隻馬噶。真係唔明啊！呢場又唔係啲乜嘢重要嘅賽事，小瀑布點解要參賽呢？平七郎究竟喺度諗咩？就快到終點啦，各匹馬堆埋一齊喺度發力噶。終於見到小瀑布啦！上個星期先跑完，點解黑色刺啊？又知咗佢強勁嘅衝刺啦！又係咁，半座今次又係冇開邊，真係好奇怪啊！奇怪咩啊？我覺得小瀑布佢嘅目光好特別啦，佢好似望到好遠好遠嘅地方咁啊！好遠好遠嘅地方，唔通係間座啊？佢過咗終點之後，你唔好停標啊吓！繼續打標，check住佢嘅時間，直到佢減速為止。係。一模一樣，同上次一樣啊！小瀑布今次又以短馬頭擊敗對手啊！喺1個星期之內連贏2場賽事，而且都胸有成竹。小瀑布真係唔簡單。又是係咁樣啊！都已經過咗終點啦，點解仲要繼續跑啊？而且仲係過咗終點之後，速度先開始加快噶。佢個眼神就好似話俾大家知，未到終點，我嘅比賽未完，我仲要跑咁。我真係好唔明啊！咪嘈啊！俾埋落去先啊！去到對面啦，小瀑布仲係以全速嚟跑嘅，點解啊？跑到去勝利圈啦，佢仍然顯示佢嘅速度。間咗啊！停標啊！係。哦，騎師半藏擺咗個勝利嘅姿勢啊！佢一路跑去第3個彎位，先至將隻馬收慢，好犀利啊！時間點樣啊？佢3分3秒8啊！咩話？快得咁緊要？咁嘅時間又表示到啲乜嘢啊？你哋知唔知道小瀑布頭先跑咗幾長嘅路程？原本場賽事就係1800米嘅，過咗終點之後，去到第3個彎位先停，大約係1200米左右啦。所以佢應該跑咗3000米啊！京都馬場嘅3000米，唔通？你終於都諗到啦！佢跑咗3000米，同今日嘅重頭戲菊花賞嘅路程係一樣。佢係專登去京都試呢個路程。仲有一點就係菊花賞嘅紀錄時間，係舊年所做出嘅3分4秒4。
而小瀑布頭先所做出嘅時間比紀錄時間仲要快好多。直接啲嚟講，小瀑布根本冇將今日呢一場賽事嘅成績放在眼內。咁上個禮拜嗰場賽事，佢應該係預習日本打比啦。日本打比喺東京馬場舉行，賽事嘅路程係佢上次跑嘅2400米。另外，高月想係跑2000米嘅，佢上次同彼得二世跑嘅時候已經試準咗。小瀑布而家只係3歲，但已經準備好晒，目標就係出年先至舉行嘅3冠馬王大賽，而佢嘅備戰功夫就好完美添。我只係為咗一場3歲精英賽就已經要搏晒命練習，但係小瀑布已經為出年嘅目標賽做好晒準備功夫。呢匹馬真係好犀利啊！仲以為拉史座嘅實力高過小瀑布，我有個諗法，實在係太過天真。咁假如喺啱啱舉行嘅嗰場1800米賽事裏邊，小瀑布係盡力跑嘅話，起碼贏10個馬位，唔係，起碼20個馬位咁多。總之佢實力比我哋想象中高，其他馬嘅實力同佢係有幾班嘅距離。好啦，我趁呢個機會訪問下小瀑布嘅馬主本多平七郎先生同埋佢位千金小麗吓，恭喜晒兩位。係呢，下個目標啊係最佳嘅3歲馬。係，冇錯。你哋認為最強嘅對手會係邊一匹馬呢？我肯定綠色牧場王。吓！佢一定唔會係我哋嘅對手啊！哎呀！嗰隻好似狗仔咁嘅馬係夠運嘅啫，唔會一世咁夠運嘅。我好歡迎喺日本各地贏到3歲精英賽嘅良駒報名參加朝日杯3歲賽，向小瀑布挑戰。不過都係賺陪跑啫。呀，真係大口氣。又唔怪得佢噶。實力方面實在相差太遠啦。拉史座啊，做乜嘢啊？我係唔會輸嘅，就算佢係點犀利都好啦，就算人哋係點睇唔起我都好啦。小瀑布佢都係我最強嘅敵人嚟嘅，所以無論如何我都一定要將小瀑布擊敗嘅。好嘢啊！你有咁嘅鬥志就好啦。你下一場比賽咧係屬於2級賽嘅京城杯啊！你要俾小瀑布見識下你真正嘅實力去到邊度。我諗到一個好辦法，可以挫下佢嘅氣焰。好啦，搞掂晒，毫無疑問一定威水過小瀑布啊！喺現場或者屋企睇嘅馬迷咧，只要見到你出場係一定嚇咗一大跳嘅。我大叔啊，乜你真係禮真噶？你搵塊好啲嘅馬步得唔得噶？你講乜嘢啊？呢啲叫刺繡啊，肯定突出過小瀑布嗰塊馬布嘅。我諗換個第塊好啲啊！吓，你啲咁講？我都覺得咁唔多好啊！阿勝你，我都唔想要呢塊布啊！喂，你哋班嘢啊，一個二個都冇嚟 taste 啊！你哋唔使講啦，你哋應該知道我決定咗嘅嘢係唔會變。哎呀，咁點得噶？有呢塊馬布你就唔好出賽。你唔係啊嘛？我認真噶，你唔好以為我講笑啊！我驚會影響到馬房嘅形象啊！唔使嘥口水啊！講咩我都唔會讓步嘅。哎呀，好核突啦！我唔要咁核突嘅馬布啊！